sorry，王者主編，黃柏希。王者第一副變林卓康，王者第二副變夏浩辰，王者變黃希順。跟住我哋嘅反方係綠社主編杜子信。綠社第一副變陳玉生，綠社第二副變胡安琪，同埋綠社變成張明仁。咁事不宜遲，我哋社際運動比賽即將開始。咁我哋而家先講嗰啲台上發言嘅時間同需意見。咁計時會將於命中時開始計時。辯論員需於命中後先可以發言。各辯員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將命中一次。以前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發言時間完結嗰陣時，計時將命中2次。以前發言時間已經結束，並且即刻進入15秒嘅回充時間。15秒過後，計時會連續撳鐘數下，該隊必須即刻停止發言，否則會被扣分。扣分制如下。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過5秒，每位評判將於該隊將發言時間所得嘅分數扣除5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亦當5秒計。咁同時我哋今日都有2個環節嘅，一個係台下發言，一個係我最喜愛嘅辯論員同埋我最喜愛寫嘅環節。咁台下發問嘅規則就係喺反方第二副辯發言結束之後，就會開始。主席會隨機抽出較早前，即係正方主辯到反方第二副辯嘅發言時間期間所收集嘅台下提問，跟住向正反兩方輪流提出2條台下提出嘅問題，先由正方派出其中一位台上議員回答，跟住到反方，再到正方，再到反方，如此類推。而我最喜愛嘅呢個環節就係喺辯論比賽結束之後，你哋會獲得2張貼紙。貼喺你哋心儀嘅選手同埋心儀嘅寫嘅名或者係寫嘅板上面。咁而家事不宜遲，我哋嘅辯論比賽即將開始。再宣傳一下，我哋嘅兩旁咧應該有正方同反方。如果台下嘅觀眾有任何嘅問題，聽完之後有疑惑想問我哋台上嘅辯員嘅話咧，就不妨喺我哋兩旁嘅位置攞紙，然之後正方想問正方嘅投入正方嘅箱，想問反方嘅投入反方嘅箱。隨時我哋喺反方二副發言完之後咧，就會問你哋嘅問題㗎啦，咁所以把握時間啦。咁我哋而家有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3分鐘時間發言時間，準備好開咗。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嘅議題係學校應否將電競納入學校體育課程。首先，我哋歷史個概念，電競唔係成日打機咁簡單。電競可以訓練選手嘅反應能力、手眼協調、專注力、戰術思維同埋團隊合作。與此同時，進行一啲體能嘅訓練。而現今嘅體育課程係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去幫助學生提升同身體活動所需要嘅技能，以發展活躍同埋健康嘅生活模式。我覺得認為學校應該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有以下嘅原因。第一，可以令到學生嘅學習更加之多元化。現今體育側重於技術同埋體能嘅訓練，而電競除咗保留朋友體育課程喺教育學生嘅團隊協作之外，亦都引入咗策略分析、數據解讀、即時決策同埋心理調控等全新學習維度。喺原有嘅體育課程入邊，減少劇烈嘅身體活動。佢加入電競課程，佢多加訓練一啲比較微小但係十分之重要嘅技能，例如即時決策嘅能力。
學生唔單止要手，更加要腦。喺團隊入面勢力差、勢力自信，喺劣勢情況下調整心態，喺賽後檢討數據去改善自己嘅表現。除此之外，已經訓練到嘅專注力同埋適應性，可以作為學生嘅輔助，去應用於唔同嘅運動範疇，令佢哋喺玩唔同運動嘅能力都大大提升。已經涵蓋咗策略思考、團隊合作、數據分析同埋心理素質等最後嘅，同傳統教育嘅核心素養高度契合，涉及電腦科學、統計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知識，將電競納入課程，唔係否定融入嘅體育課程，而係擴闊體育嘅定義。喺課程規管下，學生喺身體活動，例如足球、籃球等等所需要嘅運動嘅技能都會有所提升，而體育堂亦都會成為一個培養全面能力嘅課程。第二，可以增加學生未來嘅就業發展機會。教育目標係裝備學生面嘅時機。電競產業嘅全球產值超過10億美元，香港亦都需要相關嘅人才。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多嘅發展路徑。就近年電競喺全球嘅迅速發展，香港政府喺早前就注資助1億去發展本地嘅電競產業，亦都開始研究喺唔同嘅角度，例如科技發展、周邊產品、專業競賽等支援電競產業嘅發展。隨住電競產業嘅擴展，喺體育課程入面培養學生對電子競技嘅各種概念同埋對技術嘅理解，可以幫助到佢哋喺未來探索行業嘅就業機會，擴展自己嘅發展道路。因此，我方面為辯題已經成立，多謝各位。正方發言時間2分50秒，冇超時唔使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編發言，你有3分鐘時間。在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方冇講英國電競係一項競技運動，就好似我哋認同橋類係智力運動一樣。咁但係仍然唔等於佢係屬於體育。我方反對電競納入體育範疇。首先我哋釐清3個關鍵定義。第一，由國際體育科學協會指出，體育必須包含大肌肉同參與嘅有氧身體活動，而體育都係由五育德智體群之嘅體驗，即係強化身心健康嘅教育方式。而電競無疑又偏向於智，即係屬於培養學生思考嘅一環。第二，根據教育局嘅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體育課嘅核心目標係提升學生體適能，養成良好嘅習慣。第三，電競喺網絡世界進行嘅競技活動，核心動作固然係坐喺度操作，身體活動量極低，同世衞嘅身體運動標準相對受限。有方話電競有多元化涵蓋多學科嘅知識，但係電競係咪符合教育對體育嘅定義，有冇必要納入於體育課內呢？我方面反對原因有3。第一，電競本身違背體育課程嘅定義，教育局指引要求體育課配合世衞嘅建議，每節課累積60分鐘中等至劇烈嘅強度嘅運動，但係電競係靜態久坐嘅活動，同體育課嘅身體活動存在根本嘅唔同。並係有方同學覺得喐動手指都係算係中等至劇烈嘅體育運動。再者，傳統體育有客觀可以量化嘅標準，咁電競呢，何為學家，何為優秀？電競模式到依賴人嘅版本，尤其稍有改變，同一班學生打出嚟嘅成績都會有所出入，加上個人意志，老師點樣公平咁去評核呢？如果連評核標準都冇辦法確立，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嘅教育係一場無常式遊戲。第二，教育自主權將會被商業公司吞噬。全港中小學課程由課程發展與鼓勵籃球、排球、劍擊，教學內容明確自主，唔需要睇品牌嘅形式。籃球課程原本因為波鞋公司倒閉而取消，但係電競遊戲嘅新式傳統完全掌握於商業公司手中，遊戲經濟話會受影響，教育都無從過問。試想像遊戲規則一變，老師要重新配課，學生要重新適應，資源要重新分配，教育仲可唔可以掌握住課程嘅自主權？有方同學我想請教，如果聽日經濟同埋直接中試嘅，咁教育嗰份課程大綱係咪即刻變成廢紙一出嚟？第三，成本效益完全唔達標，器材已經是黑兩年一個遊戲入邊3年一大嘅，因為入門主機2年之後可能最低配置都達唔到，所以有方同學教育質素點樣去保證？再加埋硬件超負荷嘅場比賽，因為他老師咗 check 老師點樣做彩，係咪要不停比賽咧？仲有電競嘅設備硬件維修團隊2個月1個月，咁學校係咪要睇老師兼職維修？最後請問電競除咗練到手指同反應，對學生嘅心肺同發育有咩意義？冇嘅話，係咪霸佔學生唯一嘅活動時間呢？多謝大家。
符合電競一個過程嚟嘅。咁喺現今體育個課嘅上面都有唔着重於體力、體能訓練嘅活動，就好似飛桌球等呢一啲活動，都係訓練緊精神力同埋心理質素。再者，今日電競唔係完全冇使用體力，而我方今日都係個電競教咁亦都有一人訓練，只不過係着重於技能訓練，幫助學生提升喺其他身體活動上面嘅綜合能力。將電競納入課程，可以打破傳統同埋數碼界限，利用佢需要出嚟嘅反應以及手眼嘅用現今嘅相互分析，達到真正嘅學電競可以令學生喺其他體育活動中起到輔助作用，以電競帶俾學生嘅好處，套用喺現今運動員身上。最明顯嘅例子就係戰術思維以及分析能力，例如喺英雄聯盟電競比賽入邊，學生需要喺極短嘅時間內分析對手嘅陣式、資源分配以及進攻路線，並且消耗隔一日就可以重複訓練。現今嘅體育着重於體能訓練，而電競着重於思維上嘅訓練，達到相輔相成嘅成效。再者，將電競納入體育課，可以實質增加未來學生就業嘅發展機會，幫佢哋接軌全球數碼經濟趨勢。雖然大眾可能認為電競嘅產業只係局限於職業選手，但事實上根據外國嘅電競招聘平台數據顯示，職業選手其實係佔5至10%，而超過90%嘅職位係屬於賽事分析、大數據分析、直播技術、市場營銷同埋電競心理知識嘅範疇。呢個就正證明咗電競產業係一個職位嘅多元化嘅新興市場。透過納入電競課程，我哋就可以提早俾學生接觸到呢個產業嘅運作邏輯。試問今日教育嘅目的唔係幫我哋學生整佢咁樣型號咩？如果教育計劃推行可以令到學生喺數碼時代更有競爭力，咁係咪就證明咗一個問題？我堅決主張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多謝。最高發言時間2分12秒，總超時唔使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一副辯發言。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反方立場清晰而堅定，學校唔應該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有班學友同我哋一路幻想緊一幅美好嘅藍圖，好似將電競搬入體育堂，學生從第二愛上咗體育，而個個就變成電競選手咁樣。但係我想問一句，將電競進入體育課程係咪真係百利而無一害咧？定係你哋雙層面嘅黐心妄想咧？第一，你哋連體育係乜嘢都搞唔清楚。體育嘅本質係身體活動教育，世衛建議每日要有60分鐘中等至體力體能活動，但係電競咧靜態久坐過而過，身體嘅活動量幾乎接近零，書面覺得冇錯。如果啲手指都算係體育，咁點解唔將彈鋼琴納入體育堂咧？彈鋼琴一樣都係訓練手眼協調，但係你夠膽話佢係運動，夠膽話佢係運動咩？傳統體育嘅評核係有客觀嘅標準嘅，100米跑幾多秒，跳遠跳幾多米，全世界都係用同一把尺嚟量度。但係電競咧，勝負完全係取決於版本一身網絡電視顯示測驗號，一個用學校入門機，一個喺屋企用旗艦顯示測嘅人，起跑線都唔同。你同我講公平，呢個叫做身體活動教育，根本就係冇可行性可言嘅。第二，你想將教育嘅自主權交俾商業公司，電競嘅生死其實係由商業公司全權掌握嘅。你今日用英雄聯盟做教材，聽日拳頭公司一個版本打翻身，成個課程立即到位。再點樣啲嚟講，如果後日佢話中止伺服器，咁你間學校嘅體育堂咪變咗集體開網課咁冇招？但係傳統體育永遠就冇呢個問題。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改例，3分之2號嘅半米，你咪同樣都可以用同一個籃球、同一個籃筐，但係電競佢係私有財產，公司一句話唔玩啦，成份教學嘅大綱即刻變咗張廢紙，將學生學習進程交俾一間賺錢為目的嘅商業公司，你唔覺得科學咩？第三，成本效益完全冇計過，20人班硬件20萬，你計網絡電費、技術人員、籃球架用20年都未落，但係電競卡顯示卡3年唔識得做卡士，傳統跑道發生一次可以做10幾年，但係電競嘅設備要年年追新，呢個學校係屬於咩？如果學校連爛咗嘅軟件都冇錢換，你仲要逼佢哋冇錢落去電競呢個無底深潭，你係咪嫌納稅人嘅錢太多？我哋唔反對電競作為課外活動，但係你硬係要塞入正規嘅體育課堂，只會違背咗體育嘅定義，侵蝕咗教育嘅自主權，浪費公帑，心中上面一分都反變唔到。有個同學，你究竟想提升教育班，定係搞一場不負責任嘅社會實驗咧？多謝各位。
要點發言？你有2分鐘3秒。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在場各位大家好，今日有個同學同我哋講話，我哋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到底係咪要將佢培訓成個職業選手呢？其實唔係，今日我哋將電競納入學校體育課程，從來都唔係要培訓職業選手，而係透過運動建立正面嘅價值觀，提升溝通、靈活思考嘅溝通能力。就好似我哋教籃球，都唔係每個都要入職業球隊，而係教合作同埋人性。再嚟啦，有個同學今日同你講話，電競可能會受商業影響，萬一有咩商業問題出現，可能嗰個遊戲就會跌埋，導致學生又要重新掌握一個新嘅遊戲。但係今日我哋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喺課程入面唔係淨係教一個遊戲，而且唔係要求學生要掌握每一個遊戲嘅玩法，而係我哋想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嘅時候，可以幫助佢哋去訓練其他嘅身體技能，運用於身體活動入面。我方今日認為學校應將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唔係淨係為學生提供咗多元化嘅教育，更係同現今體育課程相輔相成，令學生喺電競學到嘅知識套用喺其他身體活動入面。來自師大大學母語認識科系教授達飛交流理念嘅研究指出，進行電競訓練喺視覺決策速度上面都比常人快25個百分點。佢哋嘅大腦可以更有效地將接收到嘅視訊信號轉成行動指令，更準確無誤嘅，並將準確快速下達咗。呢一啲豪妙嘅手眼協調，對乒乓波、羽毛球或者排球呢啲高度理解反應嘅運動都非常有幫助。多個學生習慣咗喺電競入面應用高速移動嘅目標，但係喺現實中球或者籃球反而時間都會隨之縮短。可見電競訓練嘅成果並非只係建立喺電子世界入面，亦可以鞏固同埋加強傳統訓練嘅成效。學生喺電競課入面學到嘅數據解讀、知識決策能力，正正就係現代企業與國民嘅核心競爭力。據記電競會對於數據分析師喺科技公司嘅本身通常都會比職位高出1成5，因為佢哋具備複雜數據同埋高壓嘅豐富經驗。今日我哋推行電競嘅目的唔單止係為咗體育競技同埋提升身體活動技能，更重要係為咗幫學生接軌未來。電競背後連住嘅係電腦科學、統計學同埋商業管理呢啲，通通都係未來就業嘅核心技能。如果我哋唔主動將呢啲元素加入體育課程，進行規範同埋引導，反而會令學生失去同全球科技趨勢接軌嘅機會。只要有方同學啦，今日將電競加入體育課程，可以幫助學生拓展佢哋嘅未來，咁難道唔係應該將電競加入體育課程呢？正方發言時間2分44秒，冇超時唔係扣分。而家有請反方地意見發言，你有2分30秒嘅時間。主席評判最後6位，聽完友方3年嘅辯論，我方覺得有啲遺憾。友方洋洋灑灑講一大堆電競嘅好處，但問題嚟啦，同體育堂嘅關聯係咩呢？友方同學就話手腳協調，咁要訓練手腳協調，籃球做唔做到？做到。排球做唔做到？都做到嘅喎。既然你呢個電競冇咗個獨特性，咁佢納入體育堂嘅意義又喺邊呢？我又想問友方啦，既然你話有可取性，咁即係可取。咁電競其實佢同電腦堂都好似嘅喎，咁佢係咪應該要納入電腦堂多過體育堂呢？友方就將電競嘅好處講到天花亂墜，效果同體育堂裏面啲項目相似性極高，咁即係代表佢冇獨特性。友方喺出發點已經大錯特錯。今日友方無論係主辯一辯同二副都講到多元化。我呢份心意我方係心領㗎，但係遺憾嘅係友方呢個用法係一個慢性自殺嘅方法，去解決一個本應該由教導者引導嘅問題。友方講得好好聽，我電競唔係嚟拆散呢頭家，我係嚟加入你哋㗎。但係事實上呢個諗法好豐滿，現實非常骨感。將多元化掛喺嘴邊，
會問大家頭先咧投入去呢個箱裏邊嘅問題，咁我隨便咧就會抽一條問題嘅。咁如果嗰條問題係不是問題嘅話咧，咁我會重新再抽咯。好，首先呢條問題係問正方嘅，正方就話：請問電競唔能夠放喺電腦堂上，而要喺一個能讓學生生活嘅課堂上嗎？係咪唔能夠放喺電腦課堂上呢？而係要將佢擺入去一個關於學生生活嘅課堂上？係啦，咁你哋就可以派一個同學仔出嚟聊。電競嘅課程同埋電腦嘅課程兩個着重嘅重點根本就唔同。電腦嘅着重嘅重點係編程嘅技能，而電競咧着重嘅係關於體育方面嘅所需嘅技巧，可能話手眼協調或者快速判斷嘅能力。所以兩者對比之下，我覺得電競係唔應該加入電腦堂，而係加入體育堂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佢哋所學習嘅技能嘅重點焦點根本就唔同。所以我反對將呢個電競加入呢個電腦堂。好多謝同學。好，咁到反方嘅提問啦喎，反方嘅提問咧，我哋隨便抽一張啊。咁啊，呢條問題係問反方嘅，納入電競可以照顧唔中意打波跑步嘅同學或者群體，唔係一個好處咩？但係當我哋加入咗體育課程之後，反之而學校可以幫助佢哋
咁呢條問題咧就講啦，呢個同學就話主辯提到加入電競咧係唔會令到學生對社會有貢獻嘅。咁何謂對社會嘅貢獻咧？本身喺個課堂裏邊嘅項目又點樣令到學生對社會有貢獻咧？首先我提及電競係對心首先我剛提到將電競唔納入去體育課程，因為我哋對你身體入面唔係對社會有貢獻。我剛提嘅係電競唔符合於體育嘅標準，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運動，所以我覺得係大家係應該要。咁大家我哋台下發嘅環節已經結束，咁而家我哋就會俾2分鐘雙方準備嘅總結。咁你哋有2分鐘時間準備。與此同時，呼籲一下啦，陣間我哋會有投票嘅環節。咁有2個你哋可以投票嘅，第一票咧，你哋係可以投去你中意嘅電台啦。咁我哋陣間會俾塊板你嘅。咁喺陣間完咗比賽之後，大家就可以投俾你中意嘅社啦。咁另外1票咧就係俾辯員嘅。咁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啲係心儀嘅辯論員咧，係覺得佢講得唔錯，亦都非常之欣賞嘅。咁就運用你另1票咧，就將我哋會陣間會派貼紙，咁將呢個貼紙咧就貼落去我哋辯員呢張紙就得㗎啦。你譬如你中意正方要主辯嘅，咁你就貼落去主辯嗰度可以啦。而家雙方準備嘅時間已經結束，而家有請反方總結發言。你有3分鐘時間。主席評判員各位大家好，請問大家一個問題：滑雪係唔係一種運動呢？既然滑雪係一種運動嘅話，點解體育堂冇教冇學嘅呢？相反，學校利用課餘時間，令學生自願選擇不同嘅學校去深圳進行2日1夜嘅學習。同理之後，我並唔係反對電競，亦都唔應該停嘅體育堂，可以好似滑雪咁利用課外時間進行教學同比賽。咁有分好多唔同嘅問題同觀點，依家我哋逐一解答。首先，因為有方法電競可以訓練到團隊合作、溝通能力、反應速度。因為我都同意電競可以訓練到團隊合作，單梯團隊合作唔係體育堂嘅專利，我哋體育堂、心理教堂都可以學到呢啲能力。今日有分將有教育價值嘅活動同體育堂畫上等號，結果最終間最關鍵嘅嘢就係身體活動。今日有方唔好同我講時代進步就可以改寫定義，其實今日有方一副都講咗電競冇乜活動同傳統活動其實係相輔相成。其實今日有方完全就係偷換概念，若講一個又正確又傷身體健康嘅活動，講住相輔相成，唔係進步而係指鹿為馬。有方又話學電競可以為學生製造就業機會，話電競係未來趨勢，潮流同趨勢唔等於教育需要，不然貨幣潮流，導向應該都係趨勢，點解全部都要納入正規課程咩？唔通你要家政學就要教大家點樣整圖牌朱古力？今日學校嘅責任
追逐住呢個社會潮流。更何況正因為電競係趨勢，我哋先要審慎，唔係急住將商業遊戲公司嘅產品放入體育堂，趨勢唔係納入嘅理由，反而係審慎嘅理由。最後有方話納入電競可以提到多元化，就好似化學同烹飪兩者都會發生分子變化，但係係咪就係可以將烹飪加入化學堂呢？如果你喺化學實驗室度煮飯嘅話，老師會教你多元化定將你同出課室呢？正方呢一就係咁樣，將電競同體育有少少競技性就大可話兩者性質一樣，性質完全唔同嘅嘢，唔可以因為少少重疊就完全抹殺咗學科嘅專業性，將打機包裝成體育唔係進步，係對教育專業嘅一種侮辱。在座各位男女，你哋覺得真係合理咩？因為如果你將打機合法化做體育堂嘅時候，將來家長嘅仔女出去跑下步，仔女就可以嚟自己做運動，打機佢就係做運動咯，反正學校都係咁教㗎啦。各位，今日我哋唔係反對電競，電競可以係課外活動，可以係唔用科嘅延伸，但係唯獨是體育堂，佢有一條不可原諒嘅底線，就係令學生離開帳單，令學水盡情揮灑。一旦呢條線失守，我哋失去嘅唔單止係一堂體育堂，而係下一代永遠都唔會再知道健康呢個字係點樣解。所以今日我方認為電競唔應該納入體育堂。多謝各位。反方發言全讓2分鐘入了，冇支持請求分。而家有請四方總結發言，有3分鐘時間。好，今日有方同學一直喺度強調我哋電競係唔符合體育嘅標準，但係實質上我哋冇分兩個體能訓練喎，我哋一直冇提及過電競係冇體能訓練。其實實質上電競係有體能訓練嘅，而佢哋只不過係減輕咗佢哋嘅強度，所以令學生可以專注喺其他可能話判斷能力啊，所以資料處理能力等等嘅能力。另外一方面，有同學亦都提到點解唔直接喺課餘時間開一個課外活動俾學生去參與，而係將佢加入呢個正式課堂呢？其實課外活動嘅規模係比較細，再加上缺乏監管制度嘅電競納入體育課程，其實係真正俾學生係有規範嘅課程入面。每個學期上1至2堂將冇序嘅打機轉化為教學，同現今體育課程相輔相成，俾學生一個機會去提升自己嘅綜合能力，再同喺身體活動上面。再者啦，你哋話我哋將電競加入係會局限咗可能學生以後作為一個電競選手嘅生涯規劃。其實我哋只不過係為佢哋提供更加多嘅選擇，而唔係將佢局限喺一條路，等佢哋喺未來嘅出路更加廣闊。咁我所贊成呢張辯題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正如我方主編所提到，電競嘅加入係可以令學生嘅能力上得到更加全面嘅發展。我方認為電競有助學生培養出現今體育課程比較少涉及到嘅技能，例如多方處理損失、策略分析同埋心理培育等。其次啦，紐約市教育創新中心嘅電競競技總監指出，教育中最缺乏嘅一環其實係參與感。每個學生嘅學習方式其實都各有不同，而電子競技同埋遊戲入面出現啱啱激發到佢哋嘅投入同埋熱情。除咗傳統體育課程所鍛鍊嘅體能，電競其實可以幫助學生建立起一個更好嘅心理質素。咁樣唔通唔係正結合咗透過運動確保學生保持身心健康，亦即係體育課程最終嘅初衷呢？其次啦，我方認為新增電競係可以有效咁擴闊學生對未來嘅職業選擇。電競為學生帶來嘅技術其實可以套用喺多種工作㗎。美國賓州大學醫學分部做咗一個實驗，揾咗一班高中生、大學生以及住院醫師嚟做一個虛擬手術嘅測驗。因為呢項測驗所需嘅技能其實係一個極度精密嘅手眼協調能力，而測驗結果係高中生表現為最好，而高中生每日係至少花2個鐘喺電動嘅遊戲上面，咁樣間接咁證明咗電競嘅課程除咗接通咗電子遊戲相關職業外，仲可以放喺其他領域上面發揮佢嘅作用，亦都證明咗電競放於現實生活嘅應用性，所以電競課程可以為學生照明更多嘅可能性。綜括而言，電競唔單單係對學生生涯有幫助，亦都可以為令學生喺其他體育項目起到輔助嘅作用。我方今日唔係要取代嘅體育課程，而
而係要將電競加入體育課程，我哋體育課程嘅教育更加全面。多謝大家。請公發言時間3分20秒，有超時需要扣分。